哈利路亞，祝大家兄弟姊妹平安快樂啊！要計開心，要計平安在心中，切家似就冇煩惱呀。了解嚟到呢啲，哇！呢個地方嚟安靜呀，面前有青草棚啊，有洞，有果子。有青草啊，有青草啊！我都想我一個福音啊，在詩篇記啊，你提會你也忘講啊，在詩篇記23第1啊，佢講啊，上帝就是我個牧者，上帝我個牧者冇受欠呀。同埋呢，因為個第2節咁樣講到，上帝表愛誰在青草旁地面。啊，表示乜嘅呢？切家係講依靠上帝，切家嘅牧者嚟講啊，啊，切家依靠上帝現代切家嘅前途，依靠上帝現代切家嘅前面切家嘅夢想。但係呢，因為喺上帝嘅方面呢，佢嘅福音講啊，上帝帶切家水在青草棚地面，青草棚地面乜嘅意思呢？青草棚咪啲適量啦。啊，有適量啊，有福氣，有適啊，青草咯，唔係適落個糟糟嘅草咯，青草咯，咪係上帝準備將有福氣本自家啊，對有自家身體肉體適嘅福氣，上帝一準備將，對於自家嘅靈屬靈需要嘅，上帝也準備將本自家透過佢嘅反應，佢本自家適嘅反應。意思係講，透過佢嘅反應，能夠安慰自家，本自家強嘅力量，本自家強嘅信心。但係呢，因為佢嘅福音就係有力量嘅。啊，佢嘅詩篇記23第4節咁講啦。雖然呢，有黑暗無天嘅地方，佢唔係驚危險，因為上帝嘅棍。嘅牧者嘅牧養嘅棍教嘅人要幫持佢講啊，表示咩意思呢？自家行出世間你啦，一齊出世間你啊，未มั่自家要問題，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嘅自家去對付嘅。但係佢嘅福音講，在耶穌基督嘅方面，佢做自家嘅牧者。唔是講佢現代自家，把今日嘅福音講，佢祝福自家要健康，要平安，帶自家去得勝嘅路，佢本自家享受佢嘅福氣。因為乜嘅呢？自家要有信心對佢，自家要愛心對主耶穌。當講啊，自家信任佢，做自家嘅救主嚟講啊，是做自家嘅天父，天父達到摩取佢嘅安娜，達到佢照顧佢嘅安娜。帶自家亦要保佑自家要苦難，佢做自家嘅避難所。所以耶穌基督嘅名嚟實聽我呢個嘅福音嚟講，打開心，信任佢做自家嘅救主，而得到佢嘅恩典，得到佢嘅福氣。哈利路亞，阿門。